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 Lisa 来吐槽第2集。娃娃 TV。我其实本来无按算要翕只做来吐槽这个单元的，因为要找到会当吐槽的物件嘛，无遐简单。毋过咱台湾有一个政党，偏偏就是袂互咱失望，因要送互我题材，我嘛无法度，所以咱即摆就随来欣赏这个影片。像恁遐袂见笑啦，像恁遐袂见笑啦，我哪袂见笑啦？停！院长，暂停！什么叫做袂见笑？袂像恁遐袂见笑啦，大家有听清楚无？苏贞昌讲的是恁，毋是你。是安怎这位委员要合作人是咧针对伊侮辱伊咧？可见伊嘛知影伊家己袂见笑嘛。套一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讲的：“我们格局太小了。”嘿，无毋对，你格局太小了。苏贞昌毋是针对你，你无遐重要啦。伊是咧讲规个中国国民党袂见笑啦。后摆话爱听互清楚，毋通家己讲家己袂见笑。袂见笑，袂见笑。其实人苏贞昌嘛无讲毋对，这事实啦。中国国民党确实是袂见笑。我会记得因阵的中国国民党是要反攻大陆、反共产党，甲阿强啊是元首人呢。那会即马规党拢挖过去阿强啊迄边去亲中呢？就是蒋介石即马伫地府应该拢气甲吐血咧提心肝啦。无怪中国国民党代志规了了，之前鱼仔的无代无志家己跳出来自杀，扛石头的记者会家己无代无志闭开。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遐已经做过的老神拜，要甲恁禁过啊啦！伊伫地府嘛拢个气甲吐血啊，搁安尼死落去一定。好啦，咱今仔日就吐槽到这。你若是有啥物想要我来吐槽的物件，拢会当传互我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，咱嘛就帮我切赞个来分享出去。爱要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会就取下订阅咧，可以拨个小铃铛，安尼可以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会记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